咸阳老铁18万拿下当年落地70万的兰德酷路泽，本来以为是捡了个大漏，没想到见到车子后心碎了一地。这明明像是上过伊拉克战场成色的，虽然表显仅只有18万公里，显然不是他的真实里程。外观漆面爆浆外，全身都是伤痕。这还不是重点，看完内饰才感觉外观这些算不上什么，就这2个脚垫没上千次践踏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座椅虽然已经重新包裹，但是也磨穿了，电动座椅壳子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车内充满了异味，到处都是伤疤划痕，这坐进车内哪还有驾驶的欲望？开门放马路上你也不会多看2眼。接下来送到厂房进行拆解，没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。接下来请耐心欣赏。来都来了，还带什么独特的？最后来看成品，就看着几万块花的直播。揮不去，苦悶散不去，為何我心一片空虛？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滿腔恨愁不可消除。為何你的嘴裡總是那一句？為何我的心不會死？明白到愛失去，一切都不對，我又為何偏偏喜歡你？愛已是負累，相愛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滿苦淚。舊日情如醉，此際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見你。為何我心分秒想着過去？為何你一點都不記起？情義已失去，因
偏喜歡你。